控亞信大賽登場，五月天主唱壓力爆棚，五迷暖心行動逼哭全網。五月天主唱阿信近來心情似乎有些沉重，從台上熱血開唱的搖滾靈魂，到台下滿懷責任的總裁大人。他的一句雖然在我肩上已經有很多的重量，道出了心中難以言說的壓力。而這一番話，也讓粉絲心疼不已，紛紛在網路上自發發起控亞信大賽，希望用溫暖和笑聲替他解壓。演唱會特感性發言，我希望你們替我飛翔。在廈門的回到那一天巡演現場，阿信演唱任性前罕見吐露心聲。雖然在我肩上已經有很多的重量，不能再像這首歌一樣任性，但我希望你們可以為我展翅，替我飛翔。一席話震撼全場，歌迷齊聲應援，現場氣氛嘅感動又心酸。長年以熱血堅持著稱的五月天，如今主唱卻罕見流露脆弱，讓人不禁擔心他是否撐太久。檢舉風波重演，20年前的戲碼又來了。阿信近來煩惱不止一樁，旗下女團 BOOM 怪物星人日前因遭民眾檢舉，險些無法登上五月天演唱會開場舞台，讓他倍感挫折。他在台上回憶起出道初期，那時候五月天去唱校園，沒人要聽。任賢齊大哥帶着我們跑了幾百場，有次我們被人檢舉不能上台，小齊哥知道後說：你們上不了，我也不上。沒想到多年後，歷史竟再度重演。阿信語帶無奈地說：我沒想到這麼多年以後，一樣的事情還發生。全場瞬間安靜，只剩歌迷的心痛。從搖滾主唱到企業總裁，惡魔符號背後的壓力。除了舞台，阿信還要兼顧唱片公司與潮牌運營。近期公司旗下男團 Energy 又爆出坤達書位閃兵事件，讓他承受外界壓力。他甚至開玩笑地說：雖然大家偶爾叫我總裁大人，但背地裏都加一個惡魔符號，其實我還滿機車的啦。語氣輕鬆，但背後藏着疲憊。據悉，阿信常替團隊擋下輿論壓力，不願工作人員被責怪。如果你來到現場，你會發現五月天還是遠看就好。他半開玩笑的話語，卻透出一絲孤單。五迷暖心回應網路掀起控亞信大賽。看到阿信的疲憊與感性發言，五迷們心疼不已，立刻在社群上發起控亞信大賽。有人剪輯他早年笑着唱歌的片段，有人畫插畫為他打氣，也有人留言：阿信，我們替你飛翔，你說要唱到80歲，我們就陪你到80歲。這場控亞信大賽迅速登上熱搜，成為粉絲圈最暖心的行動。一句承諾，一生堅持。承諾不難，實現卻很難，這是阿信常在台上說的話。20多年來，他和五月天從地下樂團走到世界舞台，靠的不只是音樂，更是一份對夢想的執着。雖然壓力與風波接踵而來，但粉絲們的溫柔回應，或許正是支撐阿信繼續唱下去的力量。